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咱这叫做必选的称学，是安怎呢？就是古早有册叫做必选的初学，建议你去读，也毋是为着数学要进步，是为着台语会精进。安怎讲数学袂进步？就是迄册敢若教人安怎算，也无讲着是安怎就要安尼算。咱若看世界所实行的数学教学的法度，亲像美国在杀 Common Core， 台湾在杀建构式数学，拢是注重要爱明白是安怎就安尼算，迄才叫做有影会晓。所以，咱要进一步来了解数学的原理，总是我也毋是专业的，无法度讲了真深，就是敢若会使讲伊的浅学尔。今仔日要讲的这项叫做优矩列的分法，这项是啥物呢？其实咱伫国校拢捌学过，比如讲4分13得3剩7安尼。安怎都毋是优矩列的分法，就是要甲分好了，安尼都毋是。总是在讲数学的物，要紧就精密详细，不管人来看，就简单一种法度理解伊，拢袂误谈。亲像拄则所讲，就是懒散讲，无理想。就安怎讲才可以呢？请看，检菜有2条线 A 甲 B，B 毋是0，就要找2条线 Q 甲 R， 互 R 平平 Q 乘 B 加 R，R 伫0甲 B 中，会使是0，袂使是 B， 惊 B 是负的，所以取伊的绝对值。惊你毋捌读过必选的初学，有一寡名讲互你知。A 叫做分法的式 ，B 叫做分法的发小 ，Q 叫做分法的得小 ，R 叫做分法的春小。这内底阁有寡美角伫咧。看即个要找数学呢，若讲着要找，就问2站代志。头一站，敢找有？若找无会真费气。比如讲 B 若是0，就 R 平0较大，搁平0较小，的确就无即款 R。所以头起找有拼好时 ，B 毋是0，就有例咧讲有可能找无啊。也久敢0掠外，阁有别款 B 会互咱找无，迄毋着随下排列伫遐，讲 B 毋是0，B 毋是这 ，B 毋是迄，安尼才通分，这无理想。第2站就问讲，敢会找到几若个？若有几若个嘛是费气。平平是 B 分 R， 你分出来是安尼，我分出来是安尼，煞拢是对的。那安尼，咱讲 B 分 R 的春晓，到底是咧讲倒一个？可见咱问伊毋若找有，阁简单找着一个。找有叫做存在的，简单找着一个叫做唯一的。先看存在的，来讲 R 甲 B 是正数的组合。准讲莫管 R 的限制，经头一个 Q 值做0，就 R 值是 R 安尼。若是 R 值平 B 较小，就空少啊。若是 R 值平 B 较大，无下咱的限制，就经 Q2 做 Q 值加值 ，R2 做 R 值减 B， 安尼有缘 R 平平 Q2 乘 B 加 R2， 因为 R 值平 B 较大，就知 R2 平0较大，这真要紧。那 R2 平 B 较小，就空少，无就经 Q3 做 Q2 加值 ，R3 做 R2 减 B， 安尼有缘 R 平平 Q3 乘 B 加 R3， 就安尼做落。那 R1 平 B 较小，就空少，就是找着，无就经 Q1 加值做 Q1 加值 ，R1 加值做 R1 减 B， 安尼通知 R1 加值平0较大，平 R1 较小。
这叫做数学骗字。好比阿鲁去互骗字业咧，哪加哪按，阿鲁的值就哪细。到安怎都无通阁加落，就是阿鲁平马的绝对值较细，就无通阁加。总是安尼就空少啊，就是找到要爱的阿鲁。可见优姑力的本法有存在的。迄个阿鲁伊平零较大，真要紧，就是保证阿鲁袂常常跳去负的，直到咱找无。若阿是正的，马是负的，嘛简单。先拣一个车，互车是负马，因为马是负的，就知车是正的。照顶悬所讲，通找到 Q 甲 R， 互 R 平平 Q 乘车加 R， 搁 R 伫咧零甲车的绝对值中。当拣一个 C， 互 C 是负 Q， 就 R 平平 Q 乘车加 R， 平平负 C 乘负马加 R， 平平 C 乘马加 R， 搁 R 伫咧零甲车的绝对值中。因为 C 是负马，所以车的绝对值就是马的绝对值。所以 R 平平 C 乘马加 R， 搁 R 伫咧零甲马的绝对值中，安尼就找到啊。若 R 是负数的情形，就留互恁做缩题。你会使伫下面留话，毋过若毋是台语，无要接受，会甲伊汰掉。过来看唯一的，咱用逆理法来证明伊。要讲简单有一个，就先讲万不一找到两个会安怎？准讲找到两组，头一组 Q 甲 R， 第二组 Q' 甲 R'， 就知 R 平平 Q 乘马加 R，R 伫零甲马中，搁 R 平平 Q' 乘马加 R'，R' 伫零甲马中。这两条三减，倒手边减出来是零，正手边减出来是马乘 Q 减 Q' 加 R 减 R'， 就知伊是零。线位变做马乘 Q 减 Q' 平平 R' 减 R， 取因的绝对值，马的绝对值乘 Q 减 Q' 的绝对值，平平 R' 减 R 的绝对值。安尼通知，若无 R' 减 R 的绝对值是零，若无马的绝对值较小过 R' 减 R 的绝对值。毋过看 R 甲 R' 的限制 ，R 减 R' 的绝对值就爱平马较小。意思是，若 R 减 R' 的绝对值毋是零，就无即款马。所摆 R 减 R' 是零，因为马毋是零，所摆 Q 减 Q' 嘛是零。可见 Q 平平 Q'， 搁 R 平平 R'。也就是讲，这两组形式就是同一组尔。安尼，咱就知优姑力的本法有存在的，阁有唯一的。安尼有一项好，就是咱所讲的迄个要找，就免假说讲要安怎找，反正你就去找，找到就是。今仔日讲到这，事实咱嘛毋是要讲优姑力的本法，是要讲数学骗子、逆理法存在的。甲唯一的，感谢收看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